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美孚利嘉閣真山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位於深水埗長沙灣嘅恒基樓盤 Belgravia Place。樓盤鄰近石硤尾站 A 出口，而單位屬於1A 座嘅低層16室，實用面積333尺，兩房單位。方向西南，景觀望內園泳池景。單位其中一個賣點係特高樓底，層與層之間約3.5米，可以向高發展，增加儲物嘅收納空間。單位廳房同向，兩間房都係望一樣嘅景觀，一樣都可以望到市區景同埋內園泳池景。單位附設名牌家電，有微波爐、雪櫃、電子門鎖，仲有明火煮食爐同埋抽油煙機。門口玄關位亦設有鞋櫃同埋掛架。嚟到浴室部分，設有浴室寶同埋儲物櫃，方便擺放日用品。最後嚟到露台部分，設有洗衣機，方便曬晾。而呢個露台屬於新版本嘅露台，係有露台加工作平台加冷氣機工作平台。如果要維修室外冷氣機裝置嘅時候，可以唔使搭棚，慳返到搭棚嘅成本。最後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有興趣呢個單位嘅話，歡迎 WhatsApp 或者致電向我查詢啦。多謝晒，拜拜。